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呢幾句說話嚟自聖母經。平時嘅聖母經又念得多啦，咁你又知唔知道呢幾句說話原來係充滿咗力量嘅呢？因為當初就係由總領天使加比亞爾向聖母瑪利亞所講嘅呢句說話，天主聖言得以道成肉身。咁喺講完呢幾句說話之後，聖神就係庇蔭咗聖母，聖母就咁樣懷孕生子。如果當初總領天使冇講呢幾句說話，而聖母亦都冇向天主 say fiat， 即係話願你的話成就於我話，咁就唔會有耶穌基督誕生。冇耶穌基督嘅話，咁就唔會有之後嘅十字架上嘅聖死、聖體聖事、告解聖事等等。而且呢幾句說話雖然聽落好簡單，就咁講萬福充滿恩寵者，上主與你同在，聽落去好簡單。其實每一次講呢句說話嘅時候，都係喺度呼喚緊聖神。而呢幾句說話，亦都就係自從元祖父母亞當厄娃犯咗原罪之後，天堂上嘅所有天使以及亞當厄娃佢哋兩個自己，都一直就係等待緊嘅呢幾句說話。就係因為呢幾句說話，成功拆解咗當年魔鬼所留落嚟嘅禍害，所以魔鬼亦都係好憎恨呢幾句說話嘅。特別係瑪利亞嘅呢一個姓名，所以我哋每次念聖母經，甚至係念玫瑰經時，念到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嘅時候，都係有嚟自天主嘅力量，亦都可以驅散魔鬼。你平時念玫瑰經嘅時候，可能覺得就咁重複念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好似索然無味咁樣，但係都唔好灰心，繼續念。因為雖然你可能感覺唔到咩效果，但係你每次念萬福瑪利亞 Ave Maria 嘅時候，就令到魔鬼震抖不已。